第一同第二個章節已經同大家講解咗點解美國經濟隱約出現咗咁多裂痕，咁多年嚟股市同經濟都仲幾撐得住呢？就係因為一個現象，所以嚟緊我哋要密切留意呢一方面有冇減弱嘅趨勢。另一章節呢，同大家提到聯儲局嘅一個決定、一個行動，就可以將股市呢個 animal spirit 180度大轉變。未睇嘅朋友可以撳翻右上角嘅連結，一口氣睇翻上兩集。嚟到第三章節，大家都知道美國一直潛在有一場槓桿風暴。我哋今日睇下佢個 magnitude 個嚴重程度有幾大啦，同埋最緊要分享3個我哋投資者可以應對呢個情況嘅策略。以下嘅影片全部都係宏觀分析嘅分享同埋教學用途，並唔係任何投資意見。各位做決定之前，請自行做咗功課同埋風險評估。我哋今日要睇嘅就係美國嘅融資槓桿啊。1929年大蕭條嗰陣時，美國融資槓桿達到 GDP 嘅9%。嚟到今日2025年，美國嘅系統性槓桿比當年仲高出2倍，去到一個前所未有嘅規模啦。現時美國嘅融資已經飆升至1.1兆美元，係自2000年、2007年同埋2020年以嚟最大嘅一波槓桿擴張。如果淨係睇 margin debt 呢個數字呢，就已經佔咗 GDP 嘅3.5%。不過如果加埋出面 outstanding 嘅1350億美元嘅槓桿型 ETF 啦，同埋出面5兆美元嘅衍生品，包括期權、CFD、掉期合約，全部加晒起嚟呢，就佔咗美國 GDP 嘅20%。頭先講1929年只係佔 GDP 嘅9%啦。而家我哋係當年大蕭條崩盤前嘅槓桿水準2倍以上啊！大家記得07-08年 GFC 啦。自從2009年之後呢，美國已經連續穩定嘅經濟、穩定嘅企業獲利，令到投資者越嚟越大膽咁樣加大使用槓桿。過往10幾年一切嘅穩定呢，都係建立喺低 volatility 同埋高信心嘅幻覺之上。萬一 volatility 同信心嚟個 U-turn 呢，而家我哋就要假設呢個市場槓桿退潮嘅話，首先我哋用一個最簡單嘅 model 去睇股市啊。其實美股嘅價格呢，簡單嚟講就係企業盈利乘翻美股嘅 PE ratio。我諗目前標普500指數嘅每股盈利，即係 earnings per share EPS 咧，大概係294蚊美金。個 price earning ratio 即係個 PE ratio 咧，就係大概22.8。咁將兩者乘起佢咧，所以個指數咧大概係6700點度咯。好啦，知道咗條 formula 咧，我哋睇睇現有嘅風險啊。美股盈餘裏邊咧有一半係嚟自美國消費者嘅，而 top 10% 收入人士咧係佔據咗消費裏面嘅50%，係由高收入人士去支撐住成個消費市場。佢哋亦都極度依賴股市帶嚟嘅一個財富效應。我哋睇翻1990年啦，美國平均每個家庭咧都係擺5% 嘅資產喺股市度嘅啫。今時今日咧，比例高到40%啊！股市越升，喺呢個財富效應下，就覺得自己越有錢，就越敢使錢，撐起咗個經濟。好啦，我哋假設股市一跌，就會造成反向財富效應，消費即刻收縮。睇翻歷史上每次經濟衰退嘅時候咧，平均係下跌30%至40%啊！咁個 EPS 咧就由而家嘅294假設跌翻落206噶啦。嗱，我哋睇咗第一個 variable 啦，仲有第二個叫 PE 嘛。喺過去15年裏面，美股嘅估值咧一路都係升緊嘅。由2008年嘅危機之後，最低點升到而家接近23倍。過去嘅經濟衰退裏面咧 ，PE 通常又係會收縮30%至40%，咁即係由23跌到落13.8倍。頭先講過啦，美股嘅點數咧就係由 EPS 乘 PE 組成出嚟噶嘛。咁假設兩者喺重大嘅 recession 入邊都跌30%至40% 嘅話咧，標普係會暴跌64%。咁當然呢個係最壞嘅打算啦。但係透過呢個咁誇張嘅例子咧，可以警惕到我哋，只要消費者信心一變 ，volatility 一變，以及第1、2章節提過嘅一啲 factor 導致美國經濟步入衰退嘅話咧，就算收縮30-40% 啦，但我哋隨時都要心理準備定，萬一經濟衰退跌20%，唔係冇可能嘅，所以我哋唔可以忽略風險，要隨時做好準備。所以今日咧介紹3個簡單嘅策略，希望幫大家可以控制下風險。第一個方法就係大家都可能聽過㗎啦，叫 DCA（Dollar Cost Averaging） 定期定額，即係你指定咗一個 time period，譬如每個月啦，而定額就係可能5000蚊啦，咁即係話你設定每個月一個日子就擺5000蚊入去，無論佢升定跌。咁 DCA 點解會有效呢？因為股票市場呢，雖然短期波動啦，但係長期嚟講呢，都係得一個方向嘅啫。睇翻 SPX 過去90年呢，有75年呢都係行升嘅。而
你咁樣好穩定咁長期投入資金呢，而唔係揀 all in 冧心嘅方法呢，咁你就可以避開萬一咁唔好彩喺市場最高位嗰一日 all in。咁 DCA 嘅正確做法呢，就係每個月固定買入一啲廣泛指數基金，好似 VTI 啦、VOO 啦或者 QQQ 呢啲啦。有興趣嘅可以睇翻呢一條片，我會比較3隻股神巴菲特都提議要買嘅 index fund。第二，最後就將呢件事 automate 咗佢。你嘅券商呢，一定有呢個 option 俾你 set 定每個月或者每季某個日子去投入固定嘅資金做操作噶啦。咁 DCA 都唔係冇缺點嘅，因為你要持續購買啊嘛。咁即係話，如果個市一路升緊嘅時候，就算 all time high 撞正你要買嗰日啊，你都會買嘅。咁根據 Vanguard 同埋Fidelity 50年嚟嘅歷史記錄咧，有2/3嘅情況冧心一次過買嘅回報咧係會高過 DCA 嘅。不過佢哋亦都指出 DCA 最厲害嘅地方唔係幫你賺最多，係幫你避免到最差嘅結果。咁所以啦，重複我哋今日講嘅3個策略咧，唔係教你 buy low sell high 嘅最佳盈利策略，反而係着重風險管理嗰一方面啊。好，我哋進入第2個策略就係價值式投資。一聽呢個名咧，一定 relate 到巴菲特啦。價值投資唔係買最紅、成交量最高、近來最多人講嘅股票，而係買低於內在價值 intrinsic value 嘅企業。巴菲特有3個判斷嘅標準嘅。第一就係公司係咪有穩定嘅盈利啦。第二，佢嘅 free cash flow 公司嘅自由現金流係咪健康啦。第三，公司嘅負債比率有冇過高？如果呢3個答案都合格嘅話呢，咁呢間公司呢就值得考慮啦。揀好咗公司啦，接住落嚟呢就會講咁幾時買啦。咁我哋就可以睇埋巴菲特指標。條 formula 就係用全美國股票總市值除以美國 GDP 得出嚟嘅 percentage 啦。如果高過120嘅話呢，代表市場估值已經偏高噶啦。如果高過150呢，已經進入一個泡沫區。2025年呢個巴菲特指標其實已經高過200噶啦。咁所以大家睇到巴菲特咧，其實已經揸咗大量嘅現金，冇買嘢好耐啦。因為根據翻佢嘅理念，市場嘅嘢實在太貴，冇嘢買得落手。除咗上季唯一佢買咗一隻嘅，每年嘅2月、5月、8月同11月中咧，我都會同大家喺 Patreon 分析 13F 呢個報表嘅，係美國嘅大 fund manager 每季要向 SEC 申報嘅換碼嘅情況啊。所以我哋每季咧都可以過去抄一抄功課。有興趣嘅朋友可以過去我 Patreon 7天免費試 join 2級課課，每個星期就會收到一啲港股、美股、黃金同埋環球資產，唔好局限自己嘅視野，淨係喺港股，分散投資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技巧。繼續講埋呢個策略2先啊。既然美股近來嘅巴菲特指標已經高過200%，可能有啲觀眾嘅問題就咁，要唔要而家賣晒啲股票呢？咁又唔一定喎，因為如果你手頭上已經揸住一啲好好 fundamental 嘅公司呢，佢哋仍然都係繼續賺緊錢，仍然派緊息，仍然增緊值㗎。所以應該做嘅咧係經常去調整你嘅 portfolio 嘅策略。例如當市場估值太高，你可以慢慢減倉；當市場嘅估值低嘅話咧，譬如遇到大型回調咧，先係最應該加倉嘅時候。所以巴菲特嘅價值投資，再加埋佢嘅巴菲特指標，呢2樣嘢嘅精髓咧，係教我哋等個市跌到值得買嘅時候，最重要係你夠膽喺當時買。好啦，嚟到策略3啦，就係 market timing 啦。好多人聽 market timing 就以為係捉頂捉底啦，其實真正嘅 market timing 咧係睇當時嘅市場進入極端情緒嘅時候，我哋就做 portfolio 嘅調整。咁我哋用到嘅咧就係2個指標，第一就係 CNN 嘅 Fear and Greed Index， 當佢上到90嘅時候，就係 extreme greed， 你唔應該再加倉啦，甚至應該考慮獲利減持啦，然後轉去一啲較穩陣嘅資產，例如現金、短債、黃金。調翻轉啦，如果呢個 index 跌到落20以下，即係 extreme fear 啦，呢個歷史話俾我哋聽係最容易出現 buy the dip 嘅好機會。第2個指標咧就係 VIX 呢個 volatility index， 亦都可以叫佢為恐慌指數啦。當 VIX 處於10幾嘅時候咧，代表市場好平靜、好安逸，股市亦都係會繼續做啲 all time highs 嘅時候咧，通常就係暴風雨嘅前夕。當 VIX shoot up 上30或者甚至40，就係市場開始恐慌啦。有時甚至 spike up 一下上到60-70，呢個正正就係長線投資者最好嘅上車機會啦。咁中間呢，就係你將你嘅 portfolio 點樣調配，由幾多成嘅股票調去幾多成嘅長債、短債、黃金、白銀、
crypto、外匯或者一啲 alternative investment。下一集我會講一個冇人想講，但係你一定要知道嘅真相。經濟循環就好似春夏秋冬咁，必然會發生嘅，係一個 cycle 嚟嘅。所以當資本、債務、貨幣系統升到盡頭嘅時候咧，歷史就會話俾我哋聽個情況會做一件事，就係重置 The Great Reset。而而家我哋又嚟到呢個臨界點附近。今日嘅影片唔係想嚇你，而係想你明白有風險唔等於要即刻離場，反而要學識點樣管理自己嘅資產、風險同埋情緒。因為能夠長遠生存落去、穩定咁樣增值嘅人呢，唔係最聰明嘅人，而係最冷靜同埋最有系統、最有 planning 嘅一個。如果你想知道點樣喺未來8星期由輸多贏少變成穩定盈利嘅交易者，然後點樣一步一步放大你嘅利潤，喺未來嘅日子裏面守住你財富，同埋將你嘅財富轉承俾你嘅下一代嘅話，你可以即刻預約一個1對1嘅策略通話，又或者睇返我最新嘅免費網上工作坊，我會一步一步講解點樣喺市場變動中穩陣咁樣繼續增值你嘅資產。喺我嘅工作坊裏面，會同大家 map out 呢個100萬變現藍圖，一步一步話俾你聽點樣由一個匱乏或者恐懼嘅 mindset 未做到穩定盈利嘅呢一邊，慢慢用唔同嘅工具幫你8星期變成一名 CPT 穩定盈利交易者。而成為 CPT 喺市場度每日穩定咁樣當佢 ATM 咁咧，都唔係我哋終極目標啊！錢或者 CPT 呢個身份都係一個工具，因為我要帶大家睇到嘅就係我哋最後尾達到嘅目標同埋一個豐盛嘅 mindset。你努力賺錢背後嘅好多真正原因，幫你攞翻財務主導權，而達到你所有嘅夢想同埋目標。有興趣嘅朋友可以掃呢個 QR code 立即免費登記參加呢個工作坊。唔止淨係俾 information 你，參加完1小時之後，我仲會俾到 transformation 你。鏈接我放喺描述欄。如果你覺得今日條片對你有啟發嘅，記得 like and share， 分享俾你身邊同樣關心投資同埋理財嘅朋友。訂閱同埋開埋個 notification bell，I for 4，我哋下一條片見。